大家好，我係大咪啊。我哋嘅加拿大總理咧又嚟啦。佢喺接受專訪嘅時候咧，就預告咗加拿大嘅移民政策將會喺未來3至2個星期入邊咧會有新嘅變動，仲話佢呢個計劃咧會係全面清理同埋重建佢哋嘅系統。咁大咪就同大家咧睇一睇究竟佢講咗啲乜嘢。大家好，歡迎大家打開 PS News。喺呢一集影片開始之前呢，大咪先邀請大家俾個讚好，俾個 like 我哋先。如果喜歡呢一集嘅內容嘅話呢，歡迎大家可以分享出去俾你嘅朋友噶。如果仲未訂閱我哋 channel 嘅朋友，歡迎你訂閱佢，記得開埋個通知啷啷，有新片新直播就會立即通知大家。做影片呢一啲都唔容易噶，所以我哋好需要每一份嘅支持力量，多謝大家。我哋加拿大嘅總理 Mark Carney 喺接受媒體專訪入邊呢，第一次公開咗政府最新嘅統計數據。佢話庇護申請數量下降咗1/3。國際學生數量呢就下降咗大概2/3，臨時外國工人數量呢就下降咗超過70%。而喺過去6個月入邊呢，加拿大喺各量嘅臨時居民項目上邊都採取咗前所未有嘅控制力度，仲話呢，佢必須要保留翻留低落嚟嘅人係真正融入社會，而唔符合條件嘅人呢將會追蹤同埋遣返佢哋。呢一個呢同佢上任以嚟反覆強調2大主題。強化移民系統嘅秩序性同埋安全性，確保移民同加拿大經濟嘅實際需求掛鈎，都係一致嘅。而總理呢亦都確認新嘅移民水平計劃 Immigration Levels Plan 將會喺未來2至3個星期入邊呢就會發布，而最遲呢係唔會遲過2025年11月1號嘅。現時加拿大嘅臨時居民比例已經達到全國人口嘅7.5%，創咗歷史新高。所以佢哋呢預計新嘅計劃將會削減臨時居民比例，而佢哋會優先保留技術型勞工同埋關鍵行業嘅從業者，進一步限制短期留學生同埋無技能工人簽證。同時亦都會為關鍵行業嘅臨時工人提供更加清晰嘅 PR 永久居民通道，亦即係話咧，佢哋嘅移民系統將會進入分流化嘅階段，符合加拿大經濟需求嘅人咧，將會獲得更加快永久居民 PR 嘅途徑啊，而唔具備技能又或者係滯留冇合法嘅依據人士咧，就會俾系統清理。而總理咧就話佢嘅治理邏輯係控制可以控制嘅。而總理咧就以排燈節光明與黑暗嘅比喻咧去回應加拿大而家有嘅挑戰。佢話佢哋咧冇辦法控制美國，但係佢哋可以控制加拿大國內嘅局勢，包括係住房建設、社區安全同埋勞動力結構。佢強調咧加拿大而家進入緊一個紀律、公平、樂觀嘅新階段。呢個亦都解釋咗咧點解佢最近喺移民、住房同埋公共安全3大嘅領域同步出手。總理之前呢就宣布咗政府咧係新增聘用1000個邊境安全官員嘅。CBSA 咧加拿大邊境服務局嘅新學員喺培訓嘅期間津貼咧將會係從每個星期125蚊加幣提升到525蚊加幣，增幅咧係超過4倍，用嚟吸引同埋想留住新一代高質素嘅邊境人員。同時佢哋亦都會修訂公共服務退休金法，令到 CBSA 官員、議會安全警衛、搜救人員、消防員、急救員同埋矯正官員等等退休福利咧更加符合佢哋工作風險同埋責任。服務25年之後咧可以無年齡限制提前退休，而且係唔會減佢哋嘅養老金噶。而喺加拿大政府官網顯示咧，邊境官喺培訓期嘅年薪係高達9萬蚊。唔知咁樣增加個福利啊，大家又覺得吸唔吸引啦？而呢一次請人呢，就係為咗幫 CBSA 喺機場、陸路、鐵路同埋海港嘅部署能力啊，加強對有組織犯罪、人口走私、移民欺詐同埋恐怖主義嘅執法力度。總理呢仲話對虛假庇護同埋簽證濫用呢係零容忍。總理亦都提出咗多項嘅經濟同埋生活負擔緩解措施，削減消費者碳稅、減免個人所得稅，喺多倫多 Dansville 啟動咗 Build Canada Homes 嘅計劃，建造65,000個經濟適用房屋。佢話亦都會推出一個低成本兒童保育計劃㗎，去幫每一個小朋友每年平均節省5800蚊加幣。而呢個計劃將會喺未來2個星期公布新預算。總理亦都話係會削減政府嘅支出，而喺移民系統上邊佢就希望喺移民同埋經濟上邊拎到一個重新嘅平衡。
形容呢一場嘅政策調整唔單止係數量上面嘅縮減，更加係結構上面嘅重塑。喺未來呢，加拿大嘅移民系統可能係會出現3個明顯嘅趨勢。第一個呢，就係少移政，臨時居民減少，但係高技能勞工同埋特定嘅行業，例如係醫療、建築、科技呢一啲呢，將會獲得優先嘅通道。第二，先勞後居嘅機制。臨時居民如果可以證明到長期穩定就業，滿足到社會需求，未來可能咧可以拎到更快嘅 PR 通道。第三，安全同融合並重。加拿大嘅移民系統唔再單純強調開放出去，而係強調秩序、安全同埋社會貢獻。值得留意嘅係咧，最近媒體就對總理呢一個自由黨少數政府非常之擔心。佢哋擔心喺11月4號提交嘅第一份財政預算案呢，好難獲得通過。嗱，由於咧預算案係一項信任嘅投票嚟嘅。如果通過唔到呢，加拿大可能就需要喺大選嘅半年之後再一次面臨大選啦。保守黨 Pierre Poilievre 佢呢就寫信俾阿總理，表示佢呢係希望見到一份可以負擔得起嘅預算案。而喺信入邊呢，佢亦都講話自己係希望呢可以減稅，將個赤字控制喺420億加幣以下。佢仲形容加拿大呢已經成為一個銀行賬戶空空、冰箱空空、個肚亦都空空嘅國家，而問題嘅關鍵呢，就係佢嘅要求呢幾乎係冇可能實現嘅。總理之前呢已經暗示咗今年嘅財赤將會高於杜魯多政府2024年公布嘅預估數值。而魁人政團呢就表示話，佢哋對預算案呢係有6個關鍵優先嘅事項噶，包括係增加對各個省嘅聯邦醫療撥款、新嘅基礎設施投資、擴大快速住房倡議，為首次買屋嘅人提供免息貸款，同埋提高65歲至到75歲嘅老人家老年保障金，即係 OAS。新民主黨臨時領袖 Don Davis 佢就喺一個新聞發佈會上邊就話，係唔係舉行選舉完全係取決於 Mark Carney。作為一個議會入邊擁有少數席位嘅政府領導人佢嘅職責係制定一份能夠贏到至少一個反對黨支持嘅預算案，而佢就表示話唔會支持任何緊縮型嘅預算案，而且呼籲政府喺就業、住房同埋醫療嘅領域進行大規模嘅投資。雖然喺7月大選之後新民主黨嘅席位銳減剩翻7席，但係佢哋仍然有能力左右預算投票嘅結果嘅。只要新民主黨支持又或者係棄權嘅話，自由黨就能夠俾預算案過關嘅啦。喺未來嘅時間入邊好快就知道呢個預算案係點樣。阿總理講嘅清理同埋重建又係點樣，我哋將會喺2至3個星期知道啦。就等我哋拭目以待，睇下佢搞邊科。最後大咪提醒大家千祈唔好亂，因為政策仲未落到嚟噶，唔好慌，唔好亂，定啲嚟。呢一集歡迎大家可以留言講下你哋對加拿大嘅意見啊！你覺得加拿大係需要改善啲乜嘢？留言話俾我聽。我係卡加利大咪 signing out。喜歡影片嘅話，歡迎大家讚好、訂閱、分享、開埋通知啷啷，我哋一有新片同埋新直播就會通知大家。多謝大家收聽收睇 PS News，我哋下次再見。